不3斤的马赛。3斤。哎，我的 partner 咧，无去啦，这内底一罐石头啦，有啦，这粒石头，来你也要手，咩啊石啊？头前这有一个坎哦，细去哦。你好，阮是上高水的，我是上水的，咱要来服务哦。元宝送嘛。你啊，先会晓照顾伊，所以呢，各位呢都要变成黄金战士。黄金战士，赞的哦！就是有一个任务啦。下面任务，来，阿成教练，今摆黄金战士要做什么代志？哦，你有看涂骹有一寡工具哦？有啊。你有看到遍地是黄金无？迄看起来一粒一粒。珍珠泥地，珍珠啦。你敢袂收大咧？咱即摆吼，大约仔知影，这个工具吼，我看因为这嘛，唔是讲介济项，人身体。你感觉你要捡马赛上好用的用什么较好用？较顺你先些？捡，你先捡。对，我汤啊全部摕走，送拢没啊。这关系到你有法度骑马哦。所以你是要用，你按算是用夹巴硬，对吧？硬来对来对，对，硬来对啊，你按算是。嘛是安尼啊，安尼个，安尼个。啊，你去学行吧，哎呦，你去学，你去个想设计，你你玩这有先咧捡迄咸酥鸡啊？你捡这只大机，你这你按算安怎用？安尼，你看有春沙你就摕啊。这是猪八戒吧，9齿钉耙。我看这只。迄个工具我唔知安怎讲咧，啊，我会拣迄就是感觉讲，因为伊上大机，啊，讲应该会使一摆就是用上济马赛起来，安尼较有效率。哦，啊你。这个。一块呢？我唔知有啥物，我会摕到这支呢。这是白草手硬啦，用手硬啊。无啦，这是要甲迄个啦，红迄个虎伊啦，啊，就做肥啦。做肥搁要扣呢？你这个方法袂歹，啊，毋过你安尼可能无法度骑马啊。因为咱今日的任务是看奖呢，至少爱不3斤的马赛。3斤，大斤，3大斤啦。你要3公斤吗？大斤啦，大斤啦，大你要斤。3公斤嘛？冇。但是安尼啦，3斤的话，即摆就较困难。我互恁吼，会当找一个团体，一人找一个 partner 分3组。哦，你感觉讲看即摆像手头的工具，甲你手头摕工具较适配，这是你的机会，紧哦，帮你想我找一个有空啊。阮两个安尼10斤拢毋是问题。 10斤哦，会使哦。我甲你讲，这样摕就你需要找一个有容器的。要甲蹦迪啊？好，安尼你甲，安尼我参你加。安尼。啊你甲看饭，哎，我甲看饭。打电话哦，无换哦。哦，即摆加一组，你咧钱我卡。恁两个一组哦。哎对，啊恁两个一组，你这还第3斤哦。会使啦。你这可能拼出来哦。你会滴出来你可能爱用你的落地啊底哦。底啊会使啦。好啊，无要紧啊。好，安尼开始啊，你叫3斤菜，咱叫过。 3斤哦。 A piece of cake。好，开始。真正假的？哇！恁大家安尼四界走，迄镜头吼嘛甲我小闪一下，害我古锥念名书，就安尼全部拢录入。啊好啦，谁叫我找吼是一阵菜椒啊！人生头一遍跳马赛，我们是捡黄金，这么好康的代志，当然要安排这阵菜椒啊来体验一下。重点是捡咧，大家心就会拍开咯。 这就最帅，无呢？无晒啊。哦，这火星肚边哎，火星肚边哎。华语在讲啦，这叫做破冰。咱真正就甲重金开落。顺续咱阁会当看卖啊，到底这6只菜椒啊是虾米款的个性？敢会好斗阵？我甲你讲，这水分是伤多。这内底拢水，打放出来有水分较重。 食拢打过。有影，你这有巧，问题是，迄个等袂赴你食哦。哦，其实这是有美角的啦。你若看较大只的马有哦，马赛就较大粒，哦，啊伊就做一副就足大副的。啊，若较细只的马，迄马赛才一珠珠啊，尔一副一挂挂尔。哎，我的 partner 咧，无去啦，我的 partner 咧。这个准计甲看饭啊，
一个是酷酷仔 Q， 一个哪 Q 哪酷酷仔找队友。看起来这两个应该有肉哦。这支该歹用呢。我会感觉，虽然阮是共组的，但是我较会想要甲完成的这个部分占家己较大，无想要拖累我的队友。哎呦！哇！手机，摕起来，好笑。我被打掉啊！哇，死呢！太细啊！太细。搁种一粒。两个水姑娘啊，就是安尼啊古锥，互相扶持，互相吓惊。拢全部走来遮，谁啊？迄个精算啊，你是来挑战的呢？那会变做是工头在干工，佮一直用 GoPro 录影。你迄支白啊吼是清气，才会当摕来热头章呢。加！哦，你这把因这组查甫服务，啊，伊负责翕。我看伊机应该拢清气哦。就啊，就你。你这后摆有适合去做干工。你有。我都可以这样子了，干净净的。哦，有用一次。这么干净呢？有用一次。因为我拿到那个工具，其实跟他的工具搭配起来没有办法太 match 的去工作，所以最后变成是说我们一起去找哪里有啊，他去执行啊，我拿 GoPro 拍我们两个这样子。较边的，加，你加掉啊！哇，干！哦呀，你打到赛啊！加，打到，你打掉赛啊！哎，你哎呀，莫甲我打你房间内底。我打到新鲜的呢。这草嘛伤济啊！我拢在偷吐草。哎，恁遐是捡马赛，唔是看到粪扫拢白白入去啦。我甲你检查看卖啊！这内底一半石头啦。嘿，有，这一粒石头你要看？哎，你莫甲偷摕。这粒石头，赛你也要手。抓到啊！石头。哎，其实袂臭呢。你看这，内底其实拢是学这草仔味，这健康的。健康，好笑。啊，搁有哦，哎，伫遮。诶，好心一大堆。哦，哎，这你会使啦。你想要食哦？无食啦，没通加啦。今仔日应该是第一摆做卖场的这个工课，一开始会惊，小可会惊，实际上咧做的时阵，其实袂臭呢。我是平湖人嘛，啊平湖遐足多牛屎，哦足多牛，啊牛屎其实较臭，啊马的屎较袂臭。这只是有马粪金字塔，我那大家拢伫遮。哦，有啊。哦，啊看起来今仔日这只产量较济款哦。有咧，这两桶要满，这两桶要满。有哦。安尼我摕起来应该，我摕看卖啊！免啦，免。我甲你试摕看卖啊！家己就好啊。这是我的屎啦。这是阮的屎啦。哎，你这哦，你这这比有啊吧？基本上有啊吧？哎，这有哦。紧哦，这。哇，这么咸！各位，这，对，啊，我会扫掉啊！哦，黄金战士队长果然是哎，恁加油好不好？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！恁加油好不好？伤哈。伊迄可能伊迄规地啊，无咱来看看落去。对。我这已经较济啊，加油好不好？加油好不好？哎，有人看见啦，有人看见啦！哎，少年嘞，袂使安尼哦。哎，我跳赛啊！这人底好诶。啊，这嘛是屎啊！啊，阮胃内底醃出来嘛是阮醃的啊。
无，我全部拢是涂骹球。无啦，规片换一块啦，这个才咱的啦，这个看边啊啦，吼，这个才咱的。我都几分钟没。这个，啊，有人扣了哈。哎，你犯规啊！这是阮捡的。你甲因共做的吼？无你超工甲我叫过遐。我甲你打拍分呢。就当然呢。这边看，要是过来这。我看到大炮哥去摆所在，我就感觉讲，哎呦，会当去偷一个哦。啊，若是，就是真正要得第一名啊，安尼去甲摕迄块，感觉算是上紧的方法，啊嘛是一个真趣味的方法。对啊，上单纯的你去做。啊，因遐是怎样啦？偷食波哈？你家己看因遐。哎，朋友哎，先怎啦？要做伙来分享无？分享包啦吼。哦，买赛分享包哈。歌爱做伙做，赛嘛爱做伙跳。哎，好啊，停啊！停，真正有动，你看我手。大家来，集合，看饭你做。来，阿成哥来，阿先看伊这两个加起来安尼，你感觉安尼几斤？这可能2斤，啊，一个我补伊个。这应该有2斤，无要换3斤啊。所以你加起来有5斤6斤，6斤好胜利啦，6斤半。这是菜市啊，无菜市啊。好，6斤，6斤。好啦，这拢算你的啦。但是我检查这你拄食内底，你这内底一半拢草呢。那有无啦？对啊。用手检查者。什么去用手检查者，较好心嘞。好啦，你这超过8成是买赛，这算有通过啦。我感觉咱今仔日这组来恁少我过。好，上高水这两个，反正容器有上高水去啦。这两个吼，就咱台语咧讲这故意人，因到尾啊拢知影讲要安怎偷食包，参这两个看起来乖乖的查囡仔，搁偷摕上大包，敢若因这组，伊正经这一粒一粒拢家己捡的哦，无一粒用偷摕的哦。内底拢赛，这应该有3斤。对，你讲，而且敢若你老干尔。无啊，所以我讲运动员吼，就是袂使偷食步，一步一卡。哦，会使呢。一步一卡，扣赛嘛是共款。哦，安尼算。爱互金牌啦吼。金牌。你嘛感觉有金牌哦？对。好，安尼今仔日咱这黄金挑战，成功咱这关哦，恁两个这组9点，所以你用个呀。家己捡好买使吼，放过遐放。好，阿龙搬过哦，开始。好。这有满载而归的感觉。这只马真有兴趣哦，对我捡会使。你辛苦啊！头一届马载就重的啊。赛看过来手拢爆筋啊。 5斤哦。其实这赛袂臭呢。会滴啉啊！我迄屎一直提起来偏，我足惊你一时冲动就提起来步呢。试看买啊，试看买。试看买啊吗？来看买。啊！小汉，丫头。啊，头前这有一个坎哦，啊，这个哦。 巴肚一大坑，谁一摆看到咖啡啊？走去蹲，走到行。敢我食水？耶！啊，有车经过时，咱就往正边，我正边吼，我边仔行吼。来，哎呦，漂亮！那有，桑尼。啊，袂歹哦。哎，恁后壁，奇怪后壁拢轻松的，啊后边啊，足点头的。因咧头前的伤大只啦。人家要看马之前，我建议即马咧看的观众朋友爱去练手，无吼会转去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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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桑尼 go。这只马培养感情的这个过程，一开始就无熟啊，啊到尾啊伊就牵我的手啊，会变啊很亲近的感觉。其实对我来讲，因为我嘛是第一届接受这个物件，因为我是一个耳仔过敏最严重的人，所以一直拍骹手。不过到最后咧，慢慢啊，其实感觉会到教练对这马的爱，也辛苦。对后壁咧，这个马就是较无遐尼惊。黄金扣煞，
我甲6只菜鸟交换成教练，互因去甲马仔服务者。这过程当中，咱阁重新来分组，这嘛是挑一个的安排哦。为什么呢？咱豆豆看落，爱甲放。放伫遮吼，等一下要甲热毛创啥拢会用伫遮吼，洗身躯嘛是拢伫遮吼。几项工课爱做？哦，相当好，相当有资格。来，咱来看遮吼，第一个就是顾饭我实在，因为伊拢爱食饭嘛。哦，第二项就是照顾伊的马卡地就对啊，所以迄阮每45天。拢有定地师傅来甲修正伊的指甲哦，45工，对，阮拢有在美甲，你知无？哦，安尼哦，美甲。啊，对，阮等下有迄备用的，我会用帮你用着。提油菜。哦，来就是入眉毛，哦，甲伊的毛擦来了呢，伊就会较容光焕发呢。啊，无加头毛吗？嘛爱修正，毋过因修正的方式较无共。你像马可能直加削一节仔尔，加上底吼，伊到时要梳头时煞梳无，伊会扣吼。搁有头前的刘海，渐层安尼。因为咱遮帮绑辫子这样。也嘛会使吼。你看你较适度啊，刷造型。咱即摆就来分组。啥物人要顾饭碗？我哪会来？顾饭碗，拄好伊叫看饭。拄啊好拢是正的，拄啊好。买个互你是。好啊，我来啊，买个互你啊，分组会啦。我买鹿尾。还要买鹿尾。鹿尾好。头壳顶吼，其实除了刘海以外，有人直接要走。有人偷走哦。越狱，有越狱诶。这正常的吗？这李婆看起来想要选，毋过一群人吼，甲路拢挡掉呀。李婆啊，你的心思我了解，你是惊菜鸟毋是来服务，是来甲恁糟蹋对无？你看，你的身躯吼拢变做 S 型啊啦。你好，阮是上高水的，我是上水的，咱要来服务哦。一家精选，恁两个敢若毋是多多的菜呢？无菜恁家己介绍讲一个高水，一个水，人多多吼，参看都无爱甲你眼一个。好嘛。哇，看饭甲猪仁恁袂歹哦，这饲料吼加一喙都无，哇，拢拄好尔呢。来，食饭。食饭啊！食饭啊！会油呐！你哭伫遐，敢讲唔惊去被马仔踢着？无我替你拍。哎呦，这准格咯！哇，是伫美容医上过班哦。白安尼吼，佫真正有模有款呢。我原本想讲，着凊彩甲绑一个束起来就好啊。啊，结果准个讲伊要绑较精致的，我就想讲伊是要绑啥，结果颠倒变做是伊一个查甫囡仔咧教我一个查某囡仔安怎绑头毛。等下头章用河水帮伊绑一个造型，我是个中分。其实足重的。足重的吗？有重哦。来哦，拜托一个哦。拜托一个哦。我过来啊。就歹呢。就乖啦，牛奶就想要叫因卖叮当，毋过真正足过动，一直洗来洗去，敢若洗大鸡呢。元宝送嘛，你是伫咧咪咪啊笑啊，元宝。这阵菜鸟敢若是当作来佚佗的，堪忧啊！这歌敢真正写会出来？好，安尼咱准备要来结束啊！好。安尼咱今仔日顾饭碗拢有做着吗？有。马卡地嘛有。有。啊，热毛嘛有。有。哦，袂歹，马杀鸡无。哦，这后一届有时间的时阵吼，咱会用来练习。好。OK， 安尼今仔日的任务算完成。辛苦大家啊！你看要食物件，巴肚嘛会哦，我们来食饭啊吼！大家啊！食饭啊！食饭。剁腰啊！搁要食饭啊？这是做在免食饭呢。是爱啦。我当缩小。
来哦，一、二、三，耶！你快做假，放个水，放个水。你也做假。这会当算哦。哦。迄水是边啊烧的，叫有开出来。烧的，真是的，烧的让迄个温泉下。就现在，真烧呢！你泡它哦。多有意啊呢！坐啦，坐咧休困者啊。然后留一寡时间甲空间互因啦，总算是要开始写歌，但是毋知影因敢有法度抓到这个美感。哎，他还在跑。我来翕一个。卡，大家低卡，等下也当 PO 你的现实动态吧。好啊，我等一下标啊，标你们。好。有人传说是不是？哈？创作买着的歌词，今仔日暗，今仔日暗要搞可能。暗时啊，足紧的，等下天就要乌啊。哎呀，安尼。伊啊，唔较早讲啊，应该一开始就讲。拢几点啊？今晚哪个？规日来啊，就来啊，就先佚佗啊啦。好啦，卖插伊啊，在意啊，先佚佗啦。时到时担当啦，无变他煮番薯汤啦。好。是大宝哥刚才突然跟我们照来，袂吧？遐远诶。这导航找无啦。但是无要紧，即摆要了解因的行踪吼，看因的现实动态就知，人拢免教。走去耍水对毋对啊？哦，过分。小人啊，菜鸟啊。啊，你发现实动态啊？少年嘞。哎。找到这。恁甲差不多嘞。这导航嘛，不是找无。你拢无收到讯息吗？卖插伊啊！在意啊！先佚佗啦。时到时担当啦，时到时担当啦，时到时担当啦。有哦，有吗？无看到呢。啊，规正经啊！诶，咱这边来是爱写歌，拢甲恁讲啊，这时间该袂晓早。有啦，有咧赞啦，加减有咧想啦。今麦打2点尔呢。阁有你的话，重点你安尼，算较足欢喜的嘛。系啊，你要两个无？歪招啦你！歪招嘛，我相信歪招，相信歪招。我讲医生，抓一撮，练习早上的。抓一撮，啊甲分做3果。你忙抓伤大撮，忙抓伤大撮。哎，一撮细撮的，哎，细撮的安尼差不多安尼。啊甲分3个，分3个。三位，你们有看到他的无奈的眼神吗？无啊，你看起来就欢喜的啊！你看都爽的。哪里？就送的哈。你有在欢喜的哇，做上来，哎，一个，一定考。哎，顶头做爽的。